台中市西屯区人才改导总雕像嘅招安行业提亚只嘅，农办人讲讲米爷爷讲米里亚只嘅，有嘅蔬菜就往日嘅台中健苗人气嘅证书方便度好，有样是了半夜落雨，每件比安尼本人擦黑，而屯野阿哥也到路强下对落雨度好，从救出改导该有加出嘅出价硬货，韩国嘅才也到，希望对落雨嘅季节会上少下去。 目前为实体重化，才开始噶无系见。那电摄像机咔嚓咔嚓一冇停，佢系一样子了半年。对19岁起时就开始接触一样，用镜头了半年同故乡留下动作研究记录。行业了半年工作室，规贴特别相片，里面内容都系同落雨相关的事情。 从一日妈妈佢哋做条条件无限恻差，准备高节为去建筑嘅东西。韩国啲水南机场附近嘅路路，无糖晒点屁股，比样机天天嘅公路，画面都看看起来，佢平常事情都有复卡，幸福嘅感觉。如果看到父母的话，当然就是好像是好像一个家人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因为那种就是一种有那个小时候的记忆吧。 我就跟老太太讲说，我不是在拍照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。啊，如果拍照的话，有时间就往老家跑。民国96年，回到台中建苗延期开发，了半年啲头班人工系讲面嘅，咪就系一下啲讲面里也打俾到货，咪本人整出去嘅。啲怪叔天天嘅是到太门后世界，了半年咪咸啲木子来做记录。 就像一个小鸟回去，怎么我的鸟巢已经不见了？可能连动物也会有这种感觉吧，应该是有了。当下当然激动哦，当下会有边流着眼泪边拍，可能比那个镜头模糊更厉害。有时看到怎么镜头都模糊了，不是镜头模糊，是眼泪已经太厚了，这样子来看荧幕。 落雨本人查睇咧，这个表店头摆睇架小咪咪嘅一副浓嘅全家福相片，看起来特别的心酸。了本人唔想落雨嘅回忆，因此安尼就冇睇咧，就决定外地往里方边嘅落雨都方침掉嘅马街。外面又是用那个竹篱笆种那个一些花什么吧，也是一道外墙。那这个就是墙头，这至少有60-70年以上了，哎。 它也是经过风吹雨打，那个台风啊什么，下雨天都会打到，它就是历史的痕迹啊。他们三合院里面有我爸是老大，就住在那个中间那个，那旁边都是我叔叔住的，这就是他们的门。唔但将落雨嘅門牌，就連舞堂我背轉上，韓國去旁當舞台，有半年每都同牙哥用下辦張起舞卡收藏起來，一下再個拿出來看下。 也有兩兄弟還係有動作做生意加嗨，非遺好講。鐵杉木去做那個閣樓，那時候我在做的時候我還是很小，但是我還有印象，哦，我還是幫那個木工，我那個叔叔木工啊，做一些小工，哦，然後蓋起來以後，有時候我們兄弟就到上面去睡覺嘛。唔但將老落雨頭擺建材保留得好好。 了部兄弟還用磁石隧道體嘅民眾表，前面關關師傅重新設計過，就變咗一種動搖設計咁樣做嘅，用舊材料同落雨記憶傳下去。像我在這裡已經成長了，大概從小就在那邊出生嘛，那到60幾歲了嘛，至少會有一些感念啊、感恩啊那一種心情嘛。 所以可以留的，我们尽量拿，尽量留啊。所以我朝这个方向，可以收藏的收藏。哦，破破烂烂没有价值的东西，但是有时间久了，还有跟我们有的感情，那个就是价值啊。廿多年來，台中都市開發到東腳，設計重包是到從了半年安用，啲都市都向城中客人離開本單成發的做菜。 一棟又一棟高天天睇樓，啲家到故鄉土地方安用建起起來，都市都向客人愛情美唔啲，愛難喜情。